有好多香港嘅朋友經常咧就問我：喂，大灣區咧，如果我要揀個 second home，究竟係揀喺中山豪啊，定係惠州豪？嗱，唔好誤會啊，呢個 second home 唔係二手樓啊，而係咧講緊嘅第二家園。咁講翻啦，我哋點樣喺大灣區選擇一個 second home 咧？究竟係揀中山好定係惠州好咧？嗱，網上嘅評論就好極端、好兩極化嘅。有人咧就猛咁喺度吹噓惠州有無敵海景啊，空氣一流啊，房價又超低啊。又有人話：喂，惠州咧瀨晒嘢㗎，淨係得旅遊。又有人講：喂，中山嗰邊冇風景睇，而且咧好悶嘅。但係亦都有人話香港人係好適合喺中山居住嘅。嗱，對於我哋呢啲35至到65嘅朋友嚟講啦，揾 second home 其實咧就唔係單純為咗等退休。我哋呢兩代人35歲至到45歲仲係拼搏緊嘅年時間嚟嘅，到45去到65歲，我哋其實係可能預備退休，但係個身體仲好強壯啊，心態我哋仲係好後生㗎。我哋可能仲要返工，要北上去創業，又或者想喺假期嘅時間揾個地方度下假，提前規劃下一個雙城嘅落腳點。所以今日我會用20分鐘，用最真實、最寫實、冇套路、唔會 sell 嘢嘅方式，同大家有句講嗰句。我會用幾百個港澳嘅朋友同埋北上創業嘅人，佢哋嘅真實經驗，用返10個維度，同你哋去拆解下中山定惠州係會比較適合我哋香港人上嚟移居嘅。嗱，我就會好公道，惠州嘅優點缺點，我會如實咁樣同你哋分析。中山嘅優點缺點，我一樣會好透徹咁樣同你講下。嗱，首先我哋講下惠州先。惠州最大嘅優勢係咩啊？就係佢嘅風景靚啦，海岸線夠長啦，空氣好啦，同埋綠化好多。但係如果你一年即係諗住喺度住2-3個月嘅話，避下寒啊，散下心啊，睇下海景，吹下海風，咁其實惠州真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但係 second home 嘅意思係乜嘢啊？second home 指嘅係日常居住啊嘛，日常居住即係話你隨時喺度住10年8年噶咯喎。咁10年8年同旅遊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喎。嗱，惠州最攞命嘅係咩咧？就係遠，通關係完全極度唔方便嘅。嗱，無論你係住喺惠東又好啦，大亞灣又好，或者惠陽都好啦，咁你要翻去深圳灣啊，又或者蓮塘口岸啊，嗰啲口岸過關嘅話，正常起碼都要大概個半鐘度啦。但係如果你節日啊、假期啊啲日子一塞車，喂，起碼玩你2-3個鐘啊！嗱，北上咧嘅香港人有好多人都仲係有事業喺度嘅，亦都有家庭啊，要定期返香港開會啊，做體檢啊、覆診啊，甚至乎探下父母啊、子女咁樣嘅。咁甚至有啲仲係返緊工嘅喎。咁如果你住惠州，返香港就要用咗半日時間。咁如果你一來一回就已經冇1日，咁其實真係幾難頂，個身體負唔負荷到呢個體力？同埋有啲朋友搭長途車會暈浪嘅喎。嗱，我哋又睇返中山啦，中山最多人揀嘅應該係坦洲啦、石岐同埋三鄉嘅。如果係坦洲嘅話咧，大概20分鐘度咧就可以去到拱北關㗎啦。如果你要去港珠澳大橋，30分鐘左右就已經去到㗎啦。至於三鄉啊、石岐呢啲地方咧，35分鐘到啦，就去到拱北關口。要去港珠澳大橋，大概45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㗎啦。咁中山嘅生活，朝頭早飲下茶啊、散下步啊、去下買餸啊。咁你下晝你翻去香港，你探下朋友又得。你如果要翻工嘅，又可以。咁輕輕鬆鬆咁樣過關，輕輕鬆鬆咁樣翻嚟，咁翻到嚟又唔辛苦喎。咁當然中山亦都有佢嘅缺點，因為佢咧近年咧就提升緊佢個城市配套，所以咧有部分主要嘅幹道咧都喺度升級緊，做緊基建嘅。咁偶然都會遇到一啲塞車嘅情況啊。咁呢啲問題嚟講，如果你換個角度，個城市升級，咁短期嘅陣痛其實係在所難免咯。但係如果你用翻個通關呢個便利，咁絕對其實係抵消咗呢啲咁嘅問題喺度嘅。嗱，中肯啲咁樣做呢一 part 嘅分析啦。嗱，度假真係揀惠州，因為佢風景靚，樓價就比較偏低。但係如果你話係真係生活
要喺兩地往返嘅話，其實真係會揀中山咯。雖然佢基建呢啲小瑕疵啊，有偶爾會塞下車，咁其實又用翻個通關嘅便利去講，其實係真係幾划算幾值得嘅。嗱，我哋又講第二 part 個醫療配套係點樣啦。我哋講下惠州先。嗱，惠州最大嘅問題啦，個醫療配套最大問題係乜嘢啊？就係個優質醫療，佢哋係太過集中，完全係分唔勻啊，平均唔到嘅。咁你如果住喺近臨海嗰啲地方，即係例如大亞灣啊、惠東啊，基本上咧就係唔會有三甲，淨係一啲普通嘅社區門診嘅啫。如果你突然間唔舒服，例如心臟有問題啊、血管有問題啊，你真係要突然間要去睇急診，弊啦，起碼你要揸成個鐘頭車，一個長途跋涉，你先至可以去到惠陽區裏邊嗰啲大型醫院。嚴格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幾大嘅風險嚟。嗱，我又再加多幾個 point 啦。嗱，第一點，接受港澳醫保嘅定點醫院就真係比較少嘅。第二，咁異地就醫佢嗰個報銷嘅流程咧，就相對係比較複雜咗。嗱，而第三點，海邊小區，即係你沿海嗰啲小區啦，都係屬於度假區域嚟嘅，基本上常住居民咧就係比較少咗嘅。咁佢嘅醫療配套自然咧就係比較薄弱咗嘅。咁呢樣嘢，我諗如果你哋係諗住去揀惠州嘅，就應該要去留意多啲呢一系列嘅嘢噶啦。嗱，我哋又講翻中山啦。我個人認為，中山係屬於一個叫做均衡型嘅城市嚟嘅。咁中山已經有成熟嘅三甲噶啦，社區嘅醫院啊、專科門診啊都唔會少嘅，大量嘅醫院就已經可以直接開通咗我哋香港同呢度內地嘅醫保異地嗰種結算嘅。就算你慢性嘅病啦，要覆診啊，一般嘅正常常規檢查啊、開藥啊咁都冇問題嘅。其實完全係可以銜接到香港，你唔使特登走翻香港咁遠去做呢一系列嘅檢查嘅。其實健康真係好緊要，小病可以喺呢度睇下啲普通嘅門診啦。如果你大病嘅話，咪去三甲醫院，仲可以幫你快速轉診。呢啲咁嘅生活，呢啲咁嘅保障，先屬於宜居嘅地方嘅。嗱，但係咧要注意啦，因為中山嘅醫療咧個性價比咧就比較高啊。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周邊啊，例如其他地方嘅人過嚟呢度睇醫生睇病嘅。咁所以平時係你要即係朝頭早去呢啲三甲醫院咧，其實人就會係比較多啲，排隊時間亦都會係比較長咗嘅。不過如果你學識咗去提前喺網上邊做個掛號、做個登記咧，咁其實你可以避開晒呢啲咁嘅高峰期，咁你個就醫體驗咧，咁其實就係非常之順暢嘅。嗱，我哋又講第三 part 啦，就係個飲食啊，個生活配套。咁好公道咁樣講啦，惠州完全咧其實係冇香港模式嘅生活氣氛喺度嘅，因為惠州主要咧都係旅遊啊、海邊生活啊、旅遊經濟啊嗰系列嘅嘢。如果你諗住係喺惠州揾一個地道嘅茶餐廳啊、港式嘅燒臘鋪啊、藥店啊、零食啊、找換店啊嗰啲，嗱真係好少，少到咧分開得咧好嚴重，分散得。咁我哋生活係為咗乜嘢啊？食嘢啦、美食啊、行街啊、飲茶啊、傾偈啊、閒聊下咁樣。但喺惠州，你會發現到四周圍咧係淨係得遊客。外地人啊，又或者一啲叫做短期嘅租客為主啦。咁幾乎你想見到香港長居喺呢度嘅朋友，其實真係都幾困難見到嘅。喺惠州住過嘅朋友都有同我講過，呢度惠州風景真係好靚，海景真係好靚。不過冇人同你傾偈，真係好鬼無聊。同埋最主要啊，冇人陪你飲茶，冇人陪你傾偈啊嘛。嗱，我哋又講翻中山啦。中山喺大灣區裏邊，基本上咧就係港人生活嘅集中地嚟嘅。咁呢10幾年其實佢已經累積咗成個經驗㗎啦。咁尤其是坦洲啊、石岐啊、三鄉呢幾笪地方，好多都已經有呢個港式一條街嗰種香港模式嘅生態啊。茶餐廳、燒臘鋪啊、coffee shop 啊、藥房啊、supermarket 啊、茶樓啊，全部都有齊㗎啦。一落樓，香港嘅味道啊、飲食啊、生活啊，全部係零適應嘅啦。最緊要就係個社交，
屋苑啊、茶樓啊、公園啊、商場周圍啊，其實都好多香港人喺度噶啦。嗱，當然啦，如果你追求嗰種高大上嘅網紅打卡咁，中山真係俾唔到你，因為佢呢度比較係老化少少嘅生活嚟嘅。但係佢哋呢種生活係比較係貼地氣啦，唔會好有花花碌碌嘅夜生活啊各樣嘢。但係老實講句啦，我哋嚟大灣區係為咗乜嘢？係為咗揾一個真真實實嘅地方居住。我哋嚟呢度係基本上要個街坊味同埋人情味嘅，咁唔係追求嗰啲大城市嘅繁華啊各樣嘢啊花花碌碌嘅世界咁樣。你話係咪？嗱，我哋講到第4 part 就係個氣候問題啦。嗱，好多人咧就以為住喺海邊個空氣好好啊，對身體會好好。但係其實對任何年齡嘅人啦，海邊嘅濕氣係太重，對身體其實係好大影響嘅。嗱，你大亞灣、惠東都係近海嘅地方嚟嘅，個海風其實都含鹽度係非常之高。冬天吹埋啲風咧，淨係寒風刺骨、吉肉嘅，又濕又冷。咁到回南天，啲長身啊又會去出晒水啦，啲衫好難乾啦。咁其實香港人啲關節啊，其實係都有好大問題喺度嘅，風濕啊、氣管敏感啊。其實你住喺海邊，其實會令到呢幾樣嘢都會更加嚴重。加上海邊蚊蟲好多，如果打風咧，直情係正面吹過嚟啊，有好多時都會正面登陸添嘅。咁如果你話短期喺度度假就真係好舒服，但係長期居住，我覺得對個身體就唔係咁好咯。至於中山屬於咧叫做內陸臨海，就同個大海就相隔都比較遠，有段距離嘅。咁南邊又有一大片嗰個紅樹林啦，另外就有五桂山嗰啲山脈喺度幫手擋一擋，所以一個濕度咧就比較會偏低少少，叫做適中啦。就風吹埋嚟咧就比較柔和少少，舒服啲嘅。就到回南天嘅時間，一定唔會比海邊係咁濕噶啦，會輕微好多。就4季嘅溫差唔算太大，冬天亦都唔會話啲風吹埋嚟會吉肉啊，會寒風刺骨嘅。嗱，我唯一要講嘅就係中山咧，夏天確實有啲焗，因為個地形關係啦，所以咧個夏天成個月咧都係好悶熱㗎。不過廣東嘅天氣度度都係咁樣，只要你入到冷氣嘅地方，其實都係好舒服嘅。到傍晚啊，又可以去下啲戶外地方去行下，其實幾舒服下嘅都。總好過咧喺海邊度咧，被風吹到咧寒風刺骨咁樣啦。你悶氣，你開冷氣可以解決到嘅，其實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呢個。嗱，我哋講下第5樣嘢啦，就係個物價。惠州沿海咧就其實屬於叫旅遊區嘅，物價就一定係高噶啦。咁旺季嘅時間乜嘢都貴，連商鋪都會坐地起價啦。到淡季嘅時間好多鋪頭都唔開，你想買嘢咧其實都幾困難下㗎。咁沿海小區其實係屬於旅遊區，所以你就比較係個物業費比較偏高啦，而且你度假區個維護費都會比較係貴少少嘅，保養個成本咧都係比較高嘅，而且個生活配套咧都比較單一少少。嗱，中山係屬於一個純生活化嘅城市嚟嘅，街市買菜啊平靚正，茶樓啊啲價錢都幾親民下嘅，物業管理費咧就會有穩定，生活成本咧就比較低下嘅。咁同樣嘅預算啦，大家攞個同樣預算去計，響中山過嘅生活應該係比較係舒適啦，同埋比較係精彩少少，選擇性會比較多一啲，而且佢個商業社區啊會較多啊，永遠都唔會出現淡季有空城唔開鋪呢啲情形，完全唔會有呢啲狀況出現嘅。咁不過咧，如果你習慣咗香港嗰啲快節奏，響中山呢度你啱嚟到咧，其實你要適應佢嘅慢。例如你酒樓等位啊、上餐啊，一啲服務性嘅反應啊，佢哋會比香港係會慢咗半拍左右啦。即係呢樣嘢，我諗你哋都要去適應下。嗱，換個角度去諗啦，我哋嚟中山係為咗放慢個腳步啊，嚟輕鬆啊，嚟鬆弛啊。咁呢種慢其實就係中山嘅生活節奏嚟嘅喎。咁尤其是我哋喺歐洲生活過嘅朋友，咁其實你諗翻轉頭。呢種慢同你哋喺歐洲其實冇乜分別嘅，所以如果你係喺歐洲回流翻嚟嘅，其實中山都幾適合你哋。嗱，去到第6點
小區嘅入住率同埋居住呢種安全感究竟有冇呢？我哋講下惠州啊，惠州其實係屬於一個旅遊區，長住嘅人呢就係偏少嘅，又有分淡季啊、旺季啊咁樣。到你旺季嘅時間呢，又唔算太熱鬧喎。淡季嘅時間呢，啲商鋪又唔開，搞到咧成個死城咁。如果你話要居住個人氣啊、燈火啊、社交安全感，惠州我諗應該係冇嘅。咁惠州大部時間咧都係比較冷清少少，長住咧就好悶下。咁其實咧個安全感真係大打折扣。嗱，反觀翻中山，中山咧其實就已經係好成熟㗎啦，因為佢長年都個入住率都係好高嘅，同埋社區街市啊、酒樓啊、一啲食店啊，其實都係好熱鬧嘅。中山係一種生活化嘅城市，佢係冇淡旺季嘅分別嘅。咁商場食店好多時你都會見到好多香港人喺度食嘢啊、傾偈啊咁樣。咁中山嚟講係一個住得比較安心啲，同埋有人氣啊、貼地啊城市嚟嘅。好老實，生活同埋心境其實同惠州真係完全唔同啊！嗱，當然中山嘅產業咧個結構咧就係比較傳統少少嘅。最主要係做咩咧？燈飾啊、五金啊嗰類嘢為主嘅。咁如果你係未退休，又想喺大灣區揾一份高人工嘅工啊，又或者係創業啊、做金融之類嘅嘢咧，好老實個機會真係唔夠深圳同埋東莞咁多嘅。但係如果諗住賺一線嘅錢喺中山度生活咧，又或者係準備退休，咁其實呢一系列嘅問題冇影響你嘅。反而其實係一種遠離內卷啊嘅好處嚟嘅。嗱，嚟到第7個維度啦，你買嘅物業、持有嘅物業保唔保值？呢個我諗都係幾現實、幾關注嘅問題嚟嘅。嗱，惠州好多人都會俾個海景啊，俾一啲好靚嘅術語去吸引住，搞到佢哋咧就睇唔到有好多大坑、好多伏點咧喺後邊嘅。嗱，唔可以否認海景盤咧喺惠州咧曾經咧就真係賣得好好嘅。但係買完之後，啲賣家通常一般咧都會好後悔，半年到啦，佢哋會後悔㗎啦。因為點解咧？長年啊個空置率都係好犀利嘅，成個鬼城咁，沿海嗰啲維護費又高喎，咁成本增加咗嘅時間，變咗佢哋又負擔大咗，所以咧近年都好多呢盤大量拋售出嚟嘅，所以二手市場咧有一個就係供過於求嘅情況出現咗，好難去揾到呢個買家接手啦。第一，第二，二手嘅樓價先係最大問題，有啲人低到折到去1折2折都冇人問嘅。嗱，有好多人買完先發現有問題，想轉手套現又唔得，想換樓又唔得。嚴格嚟講，其實整個資產鏈咧都已經係被鎖住咗噶啦。嗱，反觀中山個物價、個樓價、個物業價值相對係平穩啲嘅，佢嘅二手市場咧基本上個輪轉咧都係幾穩定。同埋市場咧都幾活躍嘅。嗱，因為點解咧？佢係靠近珠海啊呢啲關口啲地方，咁承接翻你港澳嘅朋友，咁自住嗰個需求咧就不斷係升緊嘅。其實咁二手佢嘅流通性強咗，咁你接盤嘅人又穩定喎，變相就係話個價值就比較紮實咗，冇咁多泡沫啊。咁 second home 其實佢嘅定義係咩啊？佢係唔止住啊嘛，佢係一種資產保障嚟噶嘛，可以隨時換樓變現，又可以調整。咁呢個生活就比較穩健咗嘅。嗱，唔好意思啦，我撥你哋一條版稅先。如果你想靠中山樓去炒樓賺快錢，你真係死一條心。中山嘅樓其實就好務實下嘅，個價錢個樓價長期都係打橫行嘅，漲幅啊慢到不得了。佢哋呢啲係消費品，而唔係投資嚟嘅。你買中山其實係買佢個便利度啊，買佢個資產嘅安全。而唔係希望買佢呢個資產嚟發大財。嗱，佢嘅屬性咧其實係消費品，就唔係投資。所以如果你買得中山，你係買緊佢嘅生活便利同埋佢嘅資產個安全度，唔好諗住期望佢幫你發大達，穩陣先至係王道嚟噶嘛。嗱，講到第8特點啦，第8點就係教育配套啦。好多朋友，好多港澳朋友身邊咧就已經有小朋友，又或者預備未來嘅生育計劃嘅。咁子女教育呢個環節其實嚟講咧，都係重中之重嘅一個 point 嚟嘅噃。畢竟買個 second home，除咗係為咗自己嘆世界之外，仲要為咗子女去鋪一條好路噶嘛。嗱，公道啲講啦，惠州其實個硬件做得真係幾好嘅。啲新盤推出嚟嘅時間咧，都會標榜一個名校嘅分校啊，
又或者國際雙語嘅學校啊，個環境學校嘅環境係幾優美啊，幾寧靜咁樣嘅。咁如果你係純粹追求一個叫貴族式嘅教育環境，又或者你係想俾個小朋友一個好寬鬆、好開闊嘅成長空間，咁其實確實咧，惠州真係確實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地方嚟嘅。但係對於香港嘅家長嚟講咧，嗰個高考啊或者個升學率咧，個數據真係比較殘酷少少。嗱，大家睇下呢張圖，其實根據個大灣區嗰個統計數字去計啊，惠州本科咧上線率大概52%左右，特控率重點大學嗰個上線率咧就好低，只有大概20%度啦。咁意味着咩咧？就係小朋友啊嗰個高中參加嗰個高考啊，個競爭係非常激烈嘅。如果你想考到一個心儀嘅大學，個難度係比周邊嗰啲城市咧高少少嘅。嗱，我哋再睇翻中山教育呢樣嘢咧，其實係中山嘅一個隱形王牌嚟嘅。好多香港父母點解揀中山？就係因為佢嘅教育咧係比較係穩陣同埋完善少少。同樣大家都係根據翻大灣區嘅數據分析，嗱，都係同一張照片。中山嘅本科基本上個機率啊係去到80%左右啦，連續2年咧都係排喺大灣區裏邊嘅頭位啊。咁特控線啦，個重本啊，即係話上線率咧係去到成25.5嘅，都係穩居咗第一好多年噶啦。咁呢個數據係代表乜嘢啊？代表喺中山讀書，小朋友入重點大學嘅機會啦，喺呢個統計學上邊就應該係高好多嘅。咁當然升學率高嘅背後啊，喺中山學習個氣氛就比較係濃少少。咁競爭相對啦，一定會大咗少少噶啦，你會覺得有啲捲啊。但係對於一啲重視個成績啊，又或者想入重點大學嘅家庭嚟講啦，呢種卷其實正正就係你哋嘅保障嚟嘅。我哋去到呢度咧，分析下2個地方啦，惠州同埋中山嗰啲好壞啦。嗱，講真，講到呢度，我相信大家咧都已經知道點樣計算噶啦。嗱，惠州絕對唔係差嘅，喺大灣區裏邊咧，如果你話佢係一個度假後花園，絕對冇問題。但係如果你1年只係住2-3個月，純粹係避寒啊、睇海啊、放空啊，唔好理佢通關啊、醫療啊，甚至乎小朋友個升學問題啊，咁惠州其實真係首選，住得開心，你又買得放心啊嘛，係咪先？但係如果你真係諗住揾一個真正意義嘅 second home， 即係話你要兼顧埋事業、子女嘅升學，又要頻繁咁樣返香港兩地來往啦，又要兼顧埋父母日常可能要睇下醫生啊、覆下診啊咁樣，仲有你需要嘅港式茶樓啊，揾啲街坊傾下偈啊，又要個資產係比較穩陣啲嘅話，嗱，100% 啦，真係100%唔需要諗。揀中山嗱，我真係見過好多香港嘅朋友嗰啲咁嘅真實故事啊！一開始真係貪個海景、貪個靚咧，去走去買咗惠州嘅，仲係一時衝動添嘅。結果買咗大半年啦，就已經好後悔。哇！通關往返兩地嘅時間真係懷疑人生啊！小朋友返學又遠，長途跋涉咁，父母喂睇醫生啊、急病啊咁樣，你要坐成個鐘頭車、個幾鐘頭車返入去市區先至可以睇到醫生，想揾下地方飲下茶啊，周圍又冷清清喎，啲海風又吹到自己成身呢度痛嗰度痛，咁最後都係要蝕本離場，搬咗去中山度落地生根。嗱，咁當然啦，揀中山亦都唔係話完美無缺嘅喎，咁中山都有好多地方，即係睇你接唔接受到啦。例如佢有時都會修路啊，修路去塞車啊，夏天嘅悶熱啊，或者啲服務性嘅一啲散漫嘅節奏啊，同埋個樓價不斷橫行，漲唔起嗰啲咁嘅現實。但係呢啲其實我覺得係微不足道嘅小瑕疵嚟嘅啫。咁你去往返兩地嘅時間嗰種便利啊，大灣區嗰種升學率啊，又或者係港人我哋最緊要嗰種人情味啊，同埋資產嗰啲穩定性啦，即係我覺得其實都絕對係值得嘅。嗱，其實記住啦 ，second home 咧，其實唔係話要揀個好靚嘅風景啊，咁樣先住得落去嘅。其實係最主要係買一個生活嘅穩定性。嗱，中山贏，佢贏喺邊度咧？佢唔係贏喺風景啊，或者啲海景度，佢係贏喺一個生活嘅便利啦、交通便利啦、醫療啦、升學啦、生活嘅質素啦。最重要仲係有人情味嘅，咁佢完全係貼近到我哋香港人嗰種過往嘅生活習慣。喺大灣區，你依然係可以揾到之前喺香港生活嗰啲咁嘅安穩模式喺度嘅。嗱，如果你係35歲到65歲嘅港澳朋友，
你又打算大灣區裏邊咧揾個心儀嘅 second home，但係你仲糾結緊，究竟係三鄉好啊、坦洲好啊，定係石岐？又擔心緊邊個小區係適合你，邊個小區係最多港澳人士，流通量又邊度係最好？邊度嘅盤咧有呢個港澳子女嘅教育班啦、學位啊？邊度係方便小朋友升學啊？邊啲慳千祈唔好踩嗱！評論區打 second home。我免費送你一份港澳專屬中山宜區樓盤同埋升學嘅配套清單俾你。嗱，我唔會亂咁推，亦都唔會去催你成交，亦都唔會有咩套路嘅，全部都係根據幾百個港人真實嘅個案，佢哋嘅經驗實地去跑盤篩選出嚟嘅避慳指南。嗱，想了解中山同惠州任何利弊，或者你有咩預算啊、家庭嘅狀況啊，究竟個適合度係乜嘢？隨時私信我，我根據你嘅資料同你慢慢分析，幫你慳翻個時間，慳翻錢，免走一個彎路。